長者成日懷疑外傭偷竊，應該點樣處理並避免不必要嘅衝突呢？年長人士隨住年齡增長，可能出現記憶力衰退或者認知障礙，容易忘記物品擺放位置，並產生懷疑他人取走物品嘅諗法。呢種懷疑未必源於實際事件，而可能同不安、焦慮或者係缺乏安全感有關。若果冇適當嘅處理，會影響長者同外傭嘅互信關係，亦都可能導致外傭情緒受挫，甚至辭職，進一步影響照顧安排。當照顧者面對長者懷疑財物被偷等嘅情況嘅時候，最重要係保持冷靜，避免即時否定長者嘅感受。可以嘗試陪伴長者回想物品嘅使用情況，並共同尋找讓對方感到被尊重同埋理解。亦可預先同長者商量，將貴重物品放喺固定安全嘅位置，例如係上鎖櫃或者夾萬，有助減少混亂同誤會。部分家庭亦都會考慮安裝閉路電視作為輔助，不僅方便查證，亦都能夠令長者更加安心。但係安裝之前應該先徵得同住者嘅同意，保持透明同埋信任。如果懷疑長者出現記憶混亂或者係錯認現象，建議盡早安排認知評估，識別係咪同失智症有關，並尋求合適支援。Care Club 萬恩嘅上門護理同外傭服務，由專業醫護團隊跟進長者情況，協助家庭更好咁應對認知退化帶嚟嘅照顧挑戰，減少衝突，提升長者生活質素與尊嚴。